前那种我阿公的私房菜就要放在最上面一层，那我们小孩子不能吃哦。对，我们以前菜都是这样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的。在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百年二坎古厝里，唤醒了小时候在客家庄的记忆。来自苗栗的游客感到惊喜。那个粉饼啊，一块的粉饼，我们都摆在这里。床边的化妆盒，老旧的八卦床，走进这里犹如搭上时光机，带人穿越回到从前。以前他们家客家乡村里面的东西几乎摆设都是一样的，东西都是一样。古迹保存完整，有特别的风貌，有特别的风貌，古迹保存完整，有特殊的风貌。对。喜欢向游客推荐二坎，因为客家互乡情，有机会温习一遍。当年母亲决定在澎湖做旅游业，离开台湾。谢宗宪退伍后就在异乡打拼。找不到路迷路，地图上面都有迷路专线给你们。对啊。唱歌的地方在那个临海路有一间享温馨，享温馨 KTV。年轻人爱玩，谢宗宪自己也一样。那时发现澎湖没有夜生活，要久待，他满心不愿。但为了孝顺，待在母亲身边。后来边做边学，也慢慢发现自己其实有服务的热忱，用不用心，客人都感受得到。可能是我们服务品质比较好吧，他们连续4年都会找我们这样。他们连续4年都是玩吃住都是找我们一手包办这样。好 ，OK 我们到了来，现在先跟我走带你们去坐车然后到我们公司取车跟你们讲这3天的路线。谢宗宪说，导游每一天都有新挑战，转个念代表每天都有机会成长。要贴心，要风趣，要时时待命，要有能耐解决游客任何问题。他期许自己常保热情。上课喽！古迹保存完整，有特别的风貌。古迹保存完整，有特别的风貌。谢谢宗仪老师。